企喺恐怖分子入面，血腥私刑對呢個相信只得8歲嘅細路，可能已經見慣見熟，連驚嘅表情都冇。打扮成恐怖分子，話真主偉大。伊斯蘭激進聖戰組織 ISIL 仲幫班細路洗腦。喺戰亂下自指何故？面對 ISIL 步步逼近伊拉克首都巴格達，民眾都響應政府呼籲，接攜武器保家衛國。當地軍服、槍械大賣 ，AK-47 買斷貨，子彈貴咗2倍，賣20蚊一粒。唔少細路已經準備上陣殺敵。之前政府軍仲接住 ISIL 南下，家陣局勢急轉直下。紅色部分 ISIL 嘅版圖不斷擴大，尋日一度攻陷距離巴格達只有60公里嘅戰略重鎮巴古拜，就連目前由庫爾德族佔據嘅石油重鎮基爾庫克南部村落都搶埋。本來話唔再派軍嘅奧巴馬宣布派出275個軍人去巴格達保護僑民同大使館。消息話佢哋主要支援伊拉克軍，唔能夠直接參戰。而航母亦已經駛入波斯灣，只要一聲令下就可以發動空襲。同時又繼續放風，話唔排除同死敵伊朗合作殲滅 ISIL。We're open to discussions if there's something constructive that can be contributed by Iran。不過兩位大佬，一個喺加州度假打 golf， 一個就掛住睇世界盃，撐國家隊對尼日利亞，真係好有建設性喎。拍低你唱呢首歌嘅短片 send 俾我哋製作 MV，齊齊為公義發聲。